咁大概喺大二上學期，我就已經 plan 緊要唔要參加 Work Study 呢個 program。咁最後我選擇咗去投資銀行裏邊做一個信息科技部嘅研發人員。我自己1年嘅 Work Study 嘅經驗對我個幫助都好大。冼家文係中大信息工程學系09年嘅畢業生。佢喺大學2年級之後，曾經參加過由工程學院舉辦嘅工作實習計劃，喺一間跨國投資銀行嘅 IT 部門進行為期1年嘅實習。我覺得我初返工係十分之緊張嘅。咁首先我會覺得呢個投資銀行裏邊閒閒地一個交易都話成千上百萬嘅，咁所以我一開始我就成日都提醒自己一定要小心咁處理。咁我就非常之認真攞晒筆攞晒紙，每一樣嘢都記低落嚟。咁佢哋同事都好開玩笑，你放鬆啲啦，你唔使咁緊張嘅。喺跨國投資銀行工作，其中一樣挑戰就係要用英文透過網絡同世界各地嘅同事溝通。而冼家文喺實習嘅初期，亦都撞過一次大板喎。其中咧，我哋有一啲嗌做defense meeting， 咁係做咩嘅咧？就係我哋每對我哋公司嘅系統有一個新嘅改動嗰陣時候咧，我哋就要喺全球範圍內同佢哋啲主管咧，就要開一個會，話俾啲主管知，我哋而家進行咗呢個改動，有咩風險。咁有一次晚黑就係得我一個人咧，就為我哋整個團隊裏邊去繼續做 defense 啦。咁一開始有一個 manager 問嘅問題咧，我係完全唔知佢問咩嘅。咁我就因為我驚係我自己冇聽明，咁我就好謙虛咁問多佢一次，唔該佢可唔可以重複一次？咁佢又重複咗一次。咁講完之後，我仲係發覺我自己仲係聽唔明喎。原來我係完全唔知呢一個範疇、呢個領域上面嘅知識。咁跟住咧，我就自己諗咗個答案，又答翻佢啦。咁佢覺得唔係佢想要我聽到個回答。咁佢就問咗句，佢話：Are you happy with this？ 咁當其時佢嘅對象 Are you 咧係問翻出席呢個會議嘅其他好似日本啊、英國啊佢哋嗰邊嘅 manager 嘅態度。咁我因為嗰陣時好緊張，咁我好傻仔咁講咗 Yeah，I'm happy with this。咁跟住當其時個主管就覺得有啲突兀，就回應咗句：I'm not asking about you。咁跟住我就覺得非常之瘀啦自己，因為有啲主管開始有啲笑啊，我聽到佢哋喺度笑，咁我覺得好瘀，我覺得好難面對我啲同事。咁我翻去就一邊喺度諗點樣先可以提升翻我呢啲咁嘅能力。咁我就用咗好多途徑去增進我自己聽力啊、英文啊，又喺我專業知識上面再去了解多我工作範疇嘅嘢啊。咁以後再開咗好多呢一類型嘅 defense meeting， 我已經可以好成功地掌握個技巧同埋如何能夠令所有人覺得呢樣嘢係啱嘅。喺1年實習生涯期間，冼家文亦都經歷過金融界裏邊搶救銀行系統嘅緊急情況。咁當其時係紐約裏邊嘅一棟大廈，因為唔知點解佢斷咗一下電，咁所有嘅資料喺嗰瞬間全部就崩潰晒。咁當其時就所有廣播都響晒㗎啦，然之後所有郵件都出晒㗎啦，咁然之後啲我哋嘅 CIO 啦，即係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啦，都已經 send 晒郵件出嚟，就話我要借晒所有同事嘅所有眼同埋手，然之後全部 focus 處理呢一項嘢。咁可以講嘅就係當其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咧，有好多同事係3日3夜咧都喺公司度。1年實習之後，冼家文返到中大完成最後1年嘅課程，而且好快就喺上學期尾獲得一間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嘅聘請。總括嚟講，我覺得能夠咁快地攞到呢個 offer， 咁我自己1年嘅 work study 嘅經驗對我個幫助都好大。咁我自己嘅體會就係我去 in 一間公司嘅 partner 嘅時候咧，咁 partner 佢一上嚟佢就會留意到我喺Morgan Stanley 有1年嘅工作經驗，咁佢哋就會問，我覺得係好快能夠有一個catch point 俾到僱主去留意到你呢個人咯。咁而如果你能夠喺呢一方面再擴展多啲去 impress 僱主嘅話咧，我覺得係相當有力嘅一個
支持嚟嘅。